爱水无分年岁甲性别，不过若要去做美容，就要注意安全性。有一个49岁女性去台北一间美容诊所做电波灸皮，规身躯麻醉了后，却常常费用无够，送去病院嘛救无回来。卫生局表示会去诊所稽查，若检察官嘛去验尸，要甲死亡的原因调查清楚。 检察官到病院太平间上验遗体，想要查清楚真正死亡的原因。不过死者家属无愿意受访，因为桃园一个49岁女性，初次去台北市中山区某一间医美诊所进行电波灸皮疗程，无想到住院书面麻醉了后，雄雄煞唔知人，费用浓度无稳，互人紧急送往病院抢救，到尾也是救无回来。对这代志，有整形外科医师表示，电波热能伤强，较会致使民众受烫伤，所以一般电波灸皮无建议规身躯。 基本上是希望病人在清醒的情况下，然后病人在边操作，然后医师，然后跟操作的时候会并医师或诊所端，然后回复说这样的热量或能量到底会不会过热、疼痛不舒服，然后医师再根据病人反应逐步做能量或气量的调节。 另外，盲情医师从那甲嘛伫面册专业提醒民众，接受书面麻醉进前，一定要确认是毋是有麻醉科医师在场。卫生局表示，目前也无接到家属တင်情，后续会针对诊所做相关的稽查。高血压的患者，你在做麻醉当中，也不能让他的血压掉到太低，以免他的心脏或者是脑部的这个灌流不足等等。他这其实都靠我们平常的这个训练。有家属的陈情，或者是这个司法机关的一个移送。 那我们也可以对诊所来做一个稽查。卫生局讲，已经伫初8去这间诊所稽查，不过现场一楼大门锁条的，无法度入去。联络这间诊所的电话嘛无人接，一定初9会阁派员稽查。民众若是对医疗过程有疑问，会当向卫生局提出医疗建议调解申请。若是调解无成立，民众会当阁按照刑事还是民事诉讼流程提起告诉。本案事件医师列作因为业务过失，经过法院判决确定。 了后，会当依照医师法的规定，依附医师定价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